而在新的一年，各县市嘛有真侪新的规定。伫个新竹科学园区呢，是来设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区。对今年开始，入去园区逐个路口呢，是针对这满3吨以上的柴油大架车辆，也有满5吨的这乌多摆，拢会进行这车牌辨识系统的监控。若准去查到无照规定验车的，安尼上重会罚到6万块。 听到新竹科学园区要扩大管制空气品质，驾驶赶紧驶货车去验，就惊因为新规定互人罚钱。新竹科学园区自今年开始规划做空气品质维护区，出入园区的重要道路，拢有按车牌辨识系统，八列无照规定去完成验车的车辆，抓到上悬罚6万。对每一个人拢好啊，你空气品质无好，拢嘛会除了影响环境啦，啊，每一个人的身体嘛，拢会影响到。有色有差。 空气较好就是啦。污贼车迄就无话讲，啊，你基本这寡汽车的时阵就是袂安尼，挂时间那个开去环保局去检验。除了科学园区，新竹市也伫虎林高中学区附近设空气品质维护区，希望来提升市区空气品质以及环境品质。今年1月1号开始，我们会针对出厂满3年的柴油大客货车、小货车进行加严管制的部分。那在新竹科学园区的部分，我们会针对出厂满5年的燃油机车进行相关的管制作业。所以，请市民务必一定要将你所有的车辆进行定检。空局指出，空气品质维护区分做2阶段实施。第一阶段是针对柴油大客车、货车甲乌多摆；第二阶段是针对时间机具车辆。伫今年7月开始会进行全面管制，提醒民众爱注意，才袂食罚单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